台南15路公车位伫南区大拿高铁站，因为基慢车道上压，公车真歹对快车道切入去载客，造成民众需要穿越慢车道坐车，相当危险。干地议员林美燕反映以后，认为市府面对无共声音，政策有了转变，包括椰子树的所位等道路规划工程拢无积极处理。地议会总日巡嘛去因大拿等5里里长甲民众100多人到场旁听，希望执行当初向中央争取2000多万的改善经费，同时落实修正树木的管理流程。面对我们大林路这个工程凸显了2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公务局在听到2种声音的时候，马上正式大转弯。马上大转弯哦！从头到尾，你从头到尾我们没有转弯。局长，你要没有转弯，你一直停摆就是转弯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一开始2000多万，那个案是恁中央特的哦，是你们提出来的哦，不是我提出来的哦。所以一开始你也是认为这个是有行的安全的问题，不是刚才那个公车的问题呢。你是这样才会提这个案子啊。所以你一转弯的话，你不是对自己不会有信心吗？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椰子树53长，是安那样大，那样高，那我们地方上包括过路的人有压力的，表示你的修区外办法没有一个 SOP。我觉得其实要最快的时间内给你答复，就是说我们该做为了市民上下公车的安全，应该要马上来做。所以跟议作报告，其实我们有考虑，就是说希望把这个椰林的这个东西能够不是要保存，而能够在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是第一个。对，没有，其实我们也在想朝着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。第二个就是说，现有的一个地方，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相关的植栽来美化。我们希望用中小乔木的一个方式，比较小的来营造另外一种地方的一个特色。那当然最主要的，甚至还会把整个现在目前中央2侧的快慢车道分隔岛的地方能够固定，能够有一个停车空间，也能够让我们的公车能够停放，然后增加一些机车的车道。其实目前我们都还是一直朝这个方式来做处理。除了公车徛牌争议，同款位伫大拿，也有台南南区新的秘境哈河拿树拿，伊对客人高档去因坐领调。不过议员林美燕却表示，现况伫公园内竟然有人踩上有流浪狗的家人的表示，根本是对并观光的一大打击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一定会要求相关单位尽速处理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。